各位亲爱兄弟姊妹，今日我安尼有迄个无限量的欢喜，搁一摆到伫咱中间，甲咱大家三个敬拜上，差不多已经2年半久了。因为牧师娘甲我的健康无拄好势，所以袂通到伫咱中间。总是今仔日阁有得到即款的欢喜，实在是感谢咱的主的恩典疼痛，也是我爱伫遮感谢咱大家替我祈祷，有人写杯安尼安慰我、帮助我，所以今仔日会通搁一摆甲咱大家三见面。敬拜咱的上帝，我不止欢喜，不止感谢，爱伫即个机会，对心底甲咱大家深深说多谢，希望继续替阮祈祷。今仔日我安尼将一个题目，伫即个时阵，对咱的圣经所读启示录21章所读。第来，甲咱大家三角想，新的天，新的地。这个约翰，这老约翰，他算是一个长老，毋是一个使徒的约翰。伊个拔毛的岛屿，一个孤岛，受海包围。拍算风真透，海影真大的所在。伊也讲，我看见新的天，新的地。这新的天，新的地，迄个面貌，也是迄个事实，迄个vision，迄个信仰。就是伫迄个苦难中的中间所拄着。我会讲起即个新的天、新的地，就是安尼对破病了后，医生甲我讲你有cancer，我问讲安尼要久到底有偌久安尼？我知影，我通经历这个代志。伊讲4个月至2年，4个月至却有别个医生朋友的医生安尼甲安慰检查会较久。总是我那就讲即马我伫即个人叫做 borrow time， 是若用较咱基督徒的话来讲，上帝特别的恩典的下面。伫内面的生活，过去我的一生，无论做台南新人的院长16年久，是伫普世教联下个新人教育基金15年久，也是退休了。拄则亲像拄仔所读的圣经，安尼诗篇迄交托的所在，以赛啊。咱就有一款的快乐，有当时感觉亲像鹰鸟在飞。我拍算飞飞轮机是几百摆，有当时有那跑走袂野线，当时讲行也袂野线，都是头一摆到伫这讲就爱行乖的时阵，袂行暗行嘛野线。拢是伫迄个时阵，我倒伫迄个人因伫甲电迄个 radio therapy 伫遐10摆，我摆倒伫遐，毋知怎样在想着新的天，新的地，真简单一生的内面，伫跑走的内面，迄个后面，心肝若是安尼。咱的教会伫台湾的教会，
也是伫迄台湾上帝孤独的时阵，伫讲起新个独立的国家，伫民望新个独立的国家。我即摆安尼22年后，离开台湾22年后，才有机会，才搁头一摆转去台湾。要到40年久，台湾是伫个戒严令内面的生活，济人受掠，济人受关押。总是转去看去同乡新的民进党，还有伫民望新的台湾。咱的教会也搁伫民望的苦，到底这力量，咱头拄仔所读迄阵的圣经。即是讲有一句话讲，我是迄个万户万米换新的上帝。Are you who made all things new？ 就是伫迄个苦难中的中间，人感觉伫即个地上。毋是干那黑暗苦痛了伫即个历史的内面，毋是干那咱台湾了这上帝关心伫人的上帝，疼人的上帝，毋那创造人，伫陪伴的中间也有疼人的上帝。One who cares， 伫因内面甲咱相合伫做工。毋安尼说，到妻的独生囝到就一个生，伫遐对伊的独生囝，伊的观念，对伊的世界，苦难甲人相担即个苦难，代表着变化万米和万米换新，迄个上。甲咱伫咧，咱历史诶，伫即个破病中间，安尼我常常想起早时我做学生诶时阵，伫东京去读册时。伫迄个时阵所读、所关心的一项题，当时台湾是日人的时代。我伫遐的时候，伫读大学，读西洋的大学，读东洋的大学，读印度大学，安尼等等。迄个时阵，我头一摆开始伫读即个圣奥古斯丁。圣奥古斯丁有一本册真出名的册，叫做《Confessions》告别录、忏悔录。我会记得伫迄个我嘛还有第几章，第11章，圣奥古斯丁提出一个真趣味的真重大的问题，就讲影响。伫欧洲的一个思想，伊个虚拟统治的一个思想，伊讲提出一个讲，时间是啥物？时间是啥物？打算今仔日亲像咱伫问，历史是啥物？伊讲时间过去的已经过去了。已经无去了。现在这个瞬间直过去，直无去。未来的时间
也无来，所以时间哪亲就无。伊讲时间什么？我未问个大圣，哪亲就知？啊，如问如唔知。伫咱的人生的内面，历史也是，历史是什么？历史是什么？这是一个亲像一个轮环啊，直在说 round and round and round， 那就在讲咱的轮回说，迄个时间。啊，是亲像一个 on and on and 直在继续 tomorrow， 总是无意思。那就是 Shakespeare 伫 Macbeth 在讲 sounds and fury signifies nothing。啊，是伫即个地上的内面，伫即个时间的内面，有即个创造时间，是伫即历史的主宰，甲咱三个伫。啊，迄个主宰是创造的上帝，是关心疼彼所创造的人的上帝，是伫咧万美的换心的上帝。我知影，咱大家。因为同样真侪人关的台湾真关心，啊，得跑走努力，检查因唔知影的中间，就是伫即个上帝的创造的力量、改换的力量、换新的力量，伫遐咧做工。若无即个信仰，若拄着动顿，失望会累积。即帮我转去台湾，出着袂认得，袂认得。我伫台北几年前，拍算50-60年前，60年前，啊是伫遐伫高等校，伫当时高等校，即摆师范大学遐读册时，台北，我是伫遐住3年外久。免讲到向当时，啊1965年，我离开台湾的时阵，迄个台北即摆拢无伫遐，即摆拢袂认得。我即摆出去到地拢行无咯，毋知影到底是伫倒个。含讲伫台南，我伫遐，毋是伫遐出世，伫遐长大，啊，佮伫遐教册我的工作。伫遐敢若台南市若入去还佫会认得，我若出去都拢袂认得。经济的当时，我倒转去47年的时阵，倒转去的时阵，有一日讲迄落做旧台票，毋知是4万还几万，变做1箍新台币。即摆转到伫台湾的非常的经济的。我即摆转去拄是概念的。拄安尼，即个概念令拄啊解除的几个钟。啊，我有去就甲即个李环，即个啥，国民党的迄个，迄是啥物咯？叫做秘书长，秘书长。啊嘛有去甲做李登辉先生，当时是 Vice President 副总统。因甲因讲，我拢对因讲，台湾若关系即个人权、民主、正义、公义这个代志，有亲像甲即款的换新，安尼台湾的将来就光明。若无啊，危险伫头前，伫当时。啊，讲我互恁来有一人伫遐甲咧讲甲李环讲话的时阵，啊，说就爱叫秘书长，秘书长讲话时，大家伫因是伫请，啊，高牧师也伫遐，真济洪秀强牧师也伫遐，真济人拢
几个人，咱的教会领袖去啊。伊是安尼，伫个边讲来谈论即个较严重的代志，莫干那伫遮教会。即李元讲，人啊，谈落到底，得到会讲到政治，啊，若讲到政治啊，即教会即句新个独立的国家，即句话得个会出来，咱就安尼拍歹感情对立。啊，所以老唔敢讲就到落尾，因那就讲国不讲人家讲我个牧师，遮久毋捌倒来讲寡话呢。我就讲，我有讲3点钟，拢无要拢做过，甲来讲一顿。我讲咱做秘书长啊，哇，设备真乱。他拄好讲即句话，新个独立的，那亲像真幸运，啊，讲即个对立。那论台湾，咱的政府敢毋是已经伫行即个独立的路线？咱敢有想讲，咱的政府是中共的政府的一部分？咱敢有想讲，台湾这是大陆的一省啊？恁所伫做一切，敢是伫行？所以即句独立啊，阮教会毋是伫的，阮教会讲即个新叫做要紧是句的心，到底换心？啊，是哪就讲，独立联盟的人讲有蒋独，啊，因讲有台独，黄信介甲我讲已经独立了，啊，即摆又讲迄个应该就独立，迄独立即句话真侪意思，你是伫指导一个？阮教会所伫讲的就是一个新个独立的，即个新尊重人权。有行公义、民主的社会、的国家，啊，所以他拄仔咱所伫读的圣经，咱来看咱的教会部时常啊，伫个因即句是说的，教会伫讲的，慈爱甲真实三拄着，公义甲平安三斟酌，真实对地上发生。公义对天看落来，大部分的长老教会伫讲新个独立的教会，就是时常因即句话伫讲。而啊，上帝主啊，上帝讲，若讲独立，这实在是已经真久就独立了啊！咱就黄信介先生所讲的已经独立，都是。应该就独立的所在，就是这个新的也未到，这个新的也未到。做秘书长啊，我讲安尼，就我较理解咱教会所伫讲即个新个独立的国家。咱即摆你若要倒来，通倒来，佫差不多。所以我想讲，检察要佫倒来台湾行行咧。我去找李登辉，迄当时，李登辉时呢，我咧做台南市内研究，捌请伊几啊摆来讲。当时阮伫一个研究会叫做 Into the Second Century Together， 要进入这个，若敢若庆祝这100周年，这个咱的教会史的第2世纪，要做甚物款宣扬的工作？当时我也常常请林宗义博士、彭明敏教授，啊，当时我有那请李登辉先生来台南市内，啊，讲义啊，到传承，当时伫咧伫工业化、都市化的台湾的中间，到底教会伫即个宣扬，伫即个教会的处境。当时我实在是想无到，讲即个即个农学经济学者，是后来特别，假做讲台北市长啊、台湾省政府
也是直到讲副总统，搁直到无拍算做总统。到底这敢是有啥物人计划？所以我去的时阵，我去找伊的时阵，也是在谈论台湾的代志。等等的中间，我是甲伊提出一个问题，讲，逐个人海外的同乡啊，不只关心讲即个国安法，来代替即个戒严令，是换汤无粒换粒的代志。啊，我转来到台湾的时阵，也有济人，我拢听见即个心声。哎，我讲一方面，恁讲要倒转来 Constitution 一个宪法的宪政，一方面你则禁止袂使讲这样袂讲，啊，这是逐个人想讲是伫要掠人。我讲矛盾哦，伊讲牧师，矛盾毋是伫遐尔尔。矛盾也阁真侪所在，总是照我的判断，这个时阵上帝要紧，就是新的方向，新的心理状态。对迄个戒严令的迄个统治的啊，特别状态对遐所生出来，这，个都换方向。伊所讲的，甲无做即个李凡，咱然无相像。牛来了去，牛啊伫伫，啊矛盾真济，都爱温润来切。啊无拍算，我倒转啊，即马我即马做。啊！我看李登辉先生也无计划这项代志，也毋知蒋经国有计划这项代志无。啊，国民党我想搁较无计划这，这做做 by mistake， 伊真做一个台湾的头一个台湾人的总统 ，by mistake， by accident，by the internal struggles， 兼在是，总是我是，迄个互万米换新的上帝。所以我到这个年老的时阵，无论对家己的个人一生，也是对咱所听的故乡，也是对台湾，就是强调伫这个信仰。自然新的天、新的地，毋是人所做的到，总是这个就是伫迄个咱一切都爱换新，迄个驱动力。这驱动力就是迄个互万米换新的上帝。啊，这对咱这换新的上帝，咱的信仰对倒来，就是对耶稣基督来。圣经有一句话伫加勒泰，讲 In the fullness of time， time kairos。啊，这做圣经不是在讲时间哦，真侪开。有一款的时间，就是凯罗斯，良机啊！这个耶稣基督就是迄个 fullness 完全的时间，上帝的公义、上帝的主爱，而且完全发现。啊，对安尼，伊来起做者，所以保罗先生伫哥林多后书第5章嘛安尼讲。今仔伫耶稣基督的人，伫遐有一个新的创造，创造伫耶稣基督的顶头，旧的代志、旧的结束、旧的画面已经一切换新，新的画面、新的结束，公义甲真实，主爱甲平安，三甲徛起。我希望咱大家亲爱兄弟姊妹，无论伫什么款的角度，
有即个信仰，世间是苦难的所在，譬如掉落去是苦刀，这在死人也是安尼唱，啊，总是伫即个亲像掉落，亲像即个早起时的即个柳，也是讲即个苦难死时的中间，伊即个活化的上帝，那活化的上帝呢？历史的主宰，嘅变化万人事，换心万人事，和一个新的创造讲出来。愿上帝赐福，互咱会起调伫即个信仰，精进好的精进，追求伊的国，甲伊的义。